一行最后2个字要改为乾卦。713，注四该草根也，该应该又应接。注五一坤卦象辞也，循顺也。原因以悲顺未到，见至险，则由自履双而至坚冰。夫王者之作，因时未法。孝章皇帝身为古人之道，著三正，之为定律者令一，继承天心，顺物性命，以致时庸。然从变改以来，年岁不属股价常贵，人不宁安。小吏不与国同心者，律入11月的。此罪贼不问曲直，便即格杀。虽有一罪，不复验证。一夫欲皆王道未亏，况于西乎？11月，君子以抑郁还死而可。令罪始降其法，大辟之科，晋东岳乃断。其立春在12月中，者勿以报求如故事。三注一三正，三为也。前书因义曰：言阳气始施，万物为。而谓者故曰为。亦曰天统，魏周11月见此谓正，天始施之端也。二日地统为因12月见丑未正，地始化之端也。损于人统未下时，3月至寅未正，人始成之端也。注二义中伏象辞也。积览图中伏11月卦也。注三报求为奏请报决也。后卒施行。公在宫位，选辟高地，置列清郡守者数十人，而其咎，大勋或不蒙荐举，至有愿望者，公闻之曰：学之不假，是无忧也。一诸生不有相举者乎？终无所言。二公信谦退，邹邑一经，前有补益，然终不自显，故不以刚直为称。3年，以老病侧罢。6年，年81。积举714。卒于家。注一讲，习也。论语孔子之言也。注二言人患学之不习耳，若能就习，自有乡里之举，其要乃三公之辟乎？夷良子为郎，长子谦为陇西太守，有名基。谦子婿官。至太仆从献帝西入关，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。及礼绝入长安，去与允俱遇害。梯自熟龄，性审深好学，孜孜不倦，1岁杜绝交游不达。后问之礼，是有常以此短之，而梯欣然自得。遂兼通5经，以鲁师、尚书教授魏明儒。后归郡，为都邮公曹所视之。将无不